最近桃园接发生停电失电的意外，台电即马是强调讲，是机械故障，毋是欠电。另外，企业的董事长董子贤有建议讲，咱的核一厂甲核四厂会当来到芬兰 OL3新型的核电机组来提供咱国内稳定的电力，而且可会当降低电价。也毋过，台电是回应讲，芬兰的这款机组无想的遐尼好，而且成本嘛毋那悬，一度电算起来嘛爱3块。核协董事长董子贤进行提议核电厂延役，建议伫核一、核四厂区内兴建芬兰213新型核电机组，除了提供稳定的电力，也可以当降低平均电价。这个基础其实它比原来预期要在完成的基础，它延宕了12年，所以它中间也发生了它的试水的叶片也裂掉了，又重新再延宕了哈。那最后它的整个成本其实是它原来新建的3倍。所以我们大概试算出来、分析出来，它一度电的成本其实也将近3块钱。奥尔基诺托核电厂3号机是全球第3代反应炉水式设计，发电量更较大，而且更较安全，可会当降低电费。台电强调已经派190人推撒专案巡检，嘛搁再讲，最近桃园停电事件是因为外力天灾甲设备故障，地需短时间停电，若是欠电，毋是故障，无可能这么紧修理好。电力这种意外事故造成的实在台电真的是委屈了，真的不是台电，也不是缺电的问题。这个台电在这个做这个处理大概是全世界没有人复电那么快的啦。这个大家可以去比。台电讲，对比去年同期，同地区的停电次数其实有降低趋势。面对夏季用电高峰高安怎准备因应？台电表示，陆续有新兴能源加入，伫核电退役了后，整体供电量能也是比去年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